来看中共运通公司违反劳工退休金条例，甲员工的薪水申报较低，15档内就减提拨超过1亿4000万的劳退金，即马互最高行政法院判决来裁罚。今仔日立委甲工会嘛召开记者会，要求中运公司伫赶紧补纳这500个员工的劳退金。中钢运通高薪低报。由国营事业中广公司8%转投资持股的中广运通公司，简称中运公司，担负国际原物料的运输。按国工会发现，中运公司每个月提拨专员劳退金的时阵，违法关薪计报，以特别奖金的名目闪薪资的认定，必须长期减高，积欠员工劳工退休金。到了要退休的时候，他们才发现，我原来公司用薪资结构调整的方式，将常态性的工资把它改成奖金、特别奖金的名目，短付了船员的劳退、薪资、退休金。工会调查发现，目前有将近500个海勤员工，差不多拢有关薪计报的情形。只要无共职务，每个月互公司少提拨的劳退金额为1300至2700不等。保守估计，过去15年来都有超过1亿4000万。而且最高行政法院原来判决定案，中运公司违反着劳工退休金条例，互人裁罚。今天在判决里面已经一清二楚了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已经不用再花力气去争论这件事情，就依法判决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既然是每个月固定金额的发给，它其实又兼具了经常性给予的这个性质，所以综合这个是属于劳工提供劳务的对价，又是属于经常性的给予，所以就应该是认定为工资。立委甲工会要求中运公司应该是补交违法关薪计报、减高的积欠全体员工劳退金的总金额。按过中运公司发新闻稿回应表示，特别奖金无列入退休金提拨，这符合尊员法的规范。相关的争议会听候民事法院判决确定才来执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